心理學家 Brian Little 提醒我哋，咁樣係一件好危險嘅事。投資界有一個好重要嘅策略，叫 Diversified Investment Portfolio， 多元化嘅投資組合。意思即係我哋應該分散投資，唔應該將所有嘅資本放晒喺一個市場或者一個投資工具上邊，咁樣就能夠減低風險。好多人都明呢個道理，但係日常生活裏面，我哋成日見到有啲人會將佢所有嘅心力、精神、時間都放喺一個身份上邊，因為佢哋可能會覺得家庭、事業、某啲技能或者某啲人嘅肯定同認同係佢哋最重要或者係唯一嘅價值。但心理學家 Brian Little 提醒我哋，咁樣係一件好危險嘅事，因為當呢個唯一嘅身份或者心理學家叫 personal construct 個人建構，當佢受到威脅、面對危機嘅時候，我哋就冇其他身份能夠支撐住我哋嘅個人價值啦。調翻轉嚟講，當你有一日工作好唔順利嘅時候，翻到屋企能夠發現你依然可以係一個好嘅父母、好嘅伴侶，或者當你受咗傷冇得再去比賽嘅時候，你發現你依然能夠情緒支援你身邊嘅朋友，咁樣你就冇咁容易會覺得自己冇價值啦。因為你嘅價值分散咗喺唔同嘅身份上邊，